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伯爷不会有事吧？小姐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扶您过去休息吧。没事，一会儿还要盯着班恒练武呢，这次可不能再让他偷懒跑了。小姐放心，我这次绝对不会让少爷再跑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长安伯府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长安伯府好像死人了。死人了！姐，啊，少爷，我姐去哪儿啊？长安伯府好像死人了。死！完了，要是安伯真出事了，我姐这克夫之名不就名扬四海了吗？姐。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及时提醒你。这到底是谁下的手？我八花一定要替你报仇。郡主，快说，到底是谁下的黑手？昨日荣管家在街上被一辆失控的马车撞倒，大夫赶来时已然身亡。